位於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高樓的藝文中心，每年都會無定期來舉辦藝文的展覽。在今年頭一季，就邀請中華蘇德印藝學會會員的聯展，總共16位的學會成員，上午在國稅局兼任稽核，李金芳的主持，甲着中華蘇德印藝學會理事長陳吉山共同主持開幕式。往上啊！好，可以這樣呢。好，對。這一次很榮幸邀請到我們台南市中華書道印藝學會的16位會員來我們這邊進行聯展。那這個很多都是透過那個書法的提按、轉折，然後來表達這些作者的一些心態啦，或者是他們的一些情緒啊，個人修為。那非常，大家初步看一下，這些真的是結合，不是只有書法哈，甚至還有繪畫，還有一些文字，真的是非常令人的敬佩。那我們也邀請大家，各位如果民眾呢，如果有時間，可以到我們南區國稅局的9樓的這一個藝廊來參觀。這個展出的作品都是以筆墨印的，呈現文字不同的形態，傳達每一位學員不同的心志。有書法、毛春聯的印藝等，其中理事長陳吉山自創的萱草，更加是融合草書甲着國畫，行雲流水，每一筆的書法都親像畫同款。把書法像一幅畫，像一首歌，它有粗細，有輕重，有濃有淡，有節奏感，把它寫成像一幅畫。我這樣的寫法，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讓大家體會到書法藝術之美的無限性，像我們一個人一樣，我們的人的善性是可以一直這個潛在的這個能量，可以繼續不斷的努力的開發，它會不斷的成長，讓我們這個善性這個展現出來，讓我們社會更和諧。目前這項中華蘇德印藝學會聯展將對今日起一直展到3月25，歡迎介意書畫藝術的民眾攏會用的前往參觀。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。